你係唔係明明天天忙到頭抽筋，但係存折啲錢反而越嚟越少，逢大卡債壓到你喘唔過氣？講真，上半年大家過得辛苦，係因為木火能量太旺，缺乏金水流年動力，付出10分力氣，可能得1分收割嘅。但唔使驚，進入下半年，特別係立秋之後，天地間金水之氣源源不絕，天干地支運轉帶動財富大洗牌，卡住嘅紙金鏈同事業瓶頸通通迎刃而解。好多老友記成日同我講，自己明明已經搏到盡，份工又冇轉，支出又冇多到，但唔知點解個戶口啲錢好似識得自己逃走咁啊！月頭出糧，月尾就已經乾塘。你以為自己使大咗？我話你知，好多時候係你踩中流年嘅地雷，而你自己都唔知。2026上半年嘅木火氣場就好似一個大火爐咁，你喺入面不斷加柴，以為火越旺越好，點知燒得太勁，反而將你嘅財氣都蒸發埋。但下半場嘅牌局已經重新洗過，尤其係立秋之後，金水之氣會好似一場及時雨咁落嚟，幫你淋熄啲無謂嘅火，同時幫你嘅財富注入新嘅水源。你知唔知點解上半年大家咁辛苦？因為木火能量太強嘅時候，你會有一種唔做唔得啊，但做咗又好似冇用嘅感覺。你嘅努力好似倒水落沙地，啱啱做完轉頭就乾晒。你嘅精神長期命緊，你嘅身體長期透支，你嘅錢包長期乾硬化。但呢一切嘅根源唔係你唔努力，而係你同個大氣場對住幹。你企喺一個大風浪入面，你點用力劃船都只會俾浪打返轉頭。而家立秋之後，成個風向轉晒，你只要順住個浪，你嘅船就會自己向前行。喺公佈邊3個生肖財富大翻身之前，你一定要聽我講，因為有審個破財陷阱，係下半年所有人都要提防嘅。你避得開呢3個窿，你先至有能力接住之後嚟嘅好運。第一個陷阱就係盲目高風險投資。下半年嘅星象雖然好，但唔係叫你亂衝亂撞。你係咪成日收到啲內幕消息？有冇人同你講邊隻股票會爆升？邊個項目穩賺？我同你講，下半年嘅財運係穩中求勝。你聽到任何低風險高回報嘅說話，90%都係引你入局。你唔好覺得自己好醒，你嘅對手係成個市場嘅大戶。你以為自己執到平貨，其實你係接緊火棒。下半年要記住4個字：現金為王。你手頭有多餘錢，寧願擺定期收息，都唔好胡亂投資。我再講得直白啲，下半年嘅經濟後係一個錢唔值錢，但資產都未必保值嘅奇怪時期。你如果信人哋嘅內幕消息，將你嘅積蓄all in落一隻你聽都未聽過嘅股票或者加密貨幣，你輸嘅機會率係99%，因為真正嘅內幕唔會流到你呢個散戶耳中。你聽到嘅全部都係大戶想你聽到嘅嘢。你以為自己係知人，其實你係知乜？你保住現金就係保住你嘅戰鬥力。將來個市真正見底嘅時候，你仲有子彈可以入場，呢個先係贏家嘅打法。第二個陷阱就係人情借貸同埋做擔保人。下半年嘅星盤顯示，人情借貸嘅運勢極之差。你如果心軟借錢權俾人，或者幫人做擔保，你筆錢好大機會會有去冇回。你以為你幫緊人，其實你係將自己嘅財運送俾人。你記住一句老話：救急不救窮，幫笨不幫懶。如果真係好親嘅人，
你最多借一筆你預咗收唔返嘅數，當係送俾佢，而唔好當係借俾佢。至於擔保，你千祈唔好應承。你簽咗名，你就同佢孭埋同一條數，佢還唔到，銀行會追你，你嘅信譽都會受損。你知唔知人情借貸嘅殺傷力有幾大？佢唔止係錢嘅損失，更加係關係嘅破壞。你借錢俾朋友嗰陣，你係恩人，但你問佢還錢嗰陣，你就會變成仇人。呢個世界有太多因為錢而反目嘅例子，你唔好覺得自己會係例外。下半年如果你想幫人，你可以請佢食餐飯，可以幫佢介紹工作，可以幫佢諗辦法，但就係唔好真金白銀咁過數。呢個原則你守得住，你下半年嘅財富就會穩如泰山。第三個陷阱係你屋企同辦公室嘅風水漏洞，特別係東南方同正北方呢兩個位置。你知唔知東南方喺2026年係7赤破財星飛到嘅方位？呢粒星專搞破壞。如果你呢個位置擺滿雜物、舊衫、爛鞋，甚至係積水，你成家嘅財路就會俾佢堵塞住。而正北方係2黑病符星嘅地盤，呢粒星唔止影響健康，仲會影響你嘅決策力，令你容易做錯決定，花冤枉錢。你呢兩個位置最好保持乾淨通爽，唔好擺任何紅色嘅物品，因為紅色會催旺呢兩粒凶星。你如果見到呢兩個位有雜物，今日就快啲執走佢。你執走咗，你個運即刻會唔同晒。我再講多少少關於呢兩個風水陷阱，好多人都唔知7赤破財星其實係好鍾意食啲陰濕嘢嘅。你如果喺東南方擺咗啲舊衫、舊鞋，甚至係積咗水，呢啲就係佢最鍾意嘅食物。佢會越食越興奮，越食越大力咁破壞你嘅財運。而正北方嘅2黑病符星，佢係一粒慢性毒藥，佢唔會一下子令你破大財，但會慢慢影響你嘅判斷力，令你喺唔同嘅小決定上面不斷犯錯，結果積少成多。你年尾埋單嗰陣會發現自己使咗好多冤枉錢。所以你今晚返到屋企，第一件事就係去呢兩個位睇下，有雜物就清走，有積水就抹乾，有紅色物品就移開。呢個動作簡單，但係效果可以好顯著。呢3個陷阱之後，我而家教大家一個下半年全員通用嘅接財水秘法。呢個方法唔使錢，但靈到不得了。你只要跟住做，你嘅財氣就會好似開咗水龍頭咁，源源不絕咁流入嚟。你立秋之後，揀一個陽光充沛嘅早上，準備一個透明嘅玻璃杯，千祈唔好用膠杯或者紙杯，因為透明玻璃先可以吸納陽光嘅能量。你裝8分滿嘅乾淨水，最好係你屋企煲過嘅凍滾水，因為佢嘅能量最純淨。然後你放入6枚金光閃閃嘅1元硬幣，記住一定要係金色嘅，因為金色屬金，水屬水，金生水，許又生財。呢個組合喺玄學上面叫做綠白金水雙生局。你將呢個玻璃杯擺喺你客廳嘅東南方，或者你辦公桌嘅左上角，即係青龍位。佢會幫你源源不絕咁招嚟係財氣，令你嘅正財同偏財都有明顯嘅提升。你每個月換一次水同硬幣，換出嚟嘅水可以用嚟淋花，硬幣就收埋喺你嘅存錢罐入面，積累你嘅財富。睇到呢度，你係唔係已經急不及待，想知自己個生肖有冇上榜？即刻撳下面個訂閱掣。再點亮小立擔，喺留言區打出接下半年財氣，
我哋每星期都會分享最接地氣嘅改運實操，訂閱咗就唔會錯過任何一個翻身爆發嘅機會。你打咗接下半年財氣，我就當你同我對咗個暗號，下半年嘅財水就會優先流向你嗰度，仲等快啲留言啦！你避開咗嗰3個破財陷阱，又擺好咗個接財水秘法，你嘅氣場已經準備好迎接下半年嘅大洗牌。而家就係揭曉嘅時候，邊3個生肖會喺呢個下半年真正過到財富大翻身？你準備好未？我由第3名開始講起。如果你聽到自己個生肖，記住留心聽，因為每個生肖嘅翻身路徑都唔同，你捉錯重點，隨時會由贏變輸揭曉。排喺第3名財富大翻身嘅生肖，屬猴嘅朋友，屬猴嘅你上半年係咪覺得好委屈？明明做到隻狗咁，功勞俾人搶晒，仲要成日俾人督背脊，有啲錢又收唔到，好似做乜都唔順咁。我同你講，呢啲嘢全部都會成為過號，因為一進入下半年，你嘅命宮有3台星同天解星重磅降臨。呢2粒星嘅能量係專門嚟打救你嘅衫。台星代表乜嘢？佢代表一種梯級式穩健上升嘅力量，即係你唔會一步登天，但你每個月都會比上個月好少少，逐級咁向上爬，累積落嚟嘅成果會非常可觀。而天解星就更加犀利，佢嘅作用係幫你逢凶化吉、解難釋冤。你上半年卡住嘅財務、收唔到嘅尾數同人嘅僵持關係，全部都會喺下半年逐步解凍。你身邊嗰啲小人會因為各種原因自己走開，唔再好溫住你。你終於可以抖翻啖氣，專心做翻自己嘅嘢。屬猴嘅你下半年偏財運同副業運會特別旺。你如果突然有朋友揾你搞兼職、接私單，或者有啲外包項目問你做唔做，你千祈唔好拒絕。呢啲就係你翻身嘅突破口，你唔使諗太多，做咗先，因為呢啲機會全部係天解星帶嚟嘅，佢唔會害你。你嘅關鍵月份喺農曆8月、10月同12月呢3個月，你嘅貴人星最光，你做任何新嗰事都特別容易成功。你嘅幸運色係黃色、金色同米色，你多啲着呢啲顏色嘅衫，特別係去傾生意見客嗰陣，會令你嘅氣場更加穩重，令人更加信任你。屬猴嘅你記住，下半年嘅主角係你唔好再自卑，你值得更好嘅嘢。跟住揭曉牌喺第2名嘅幸運兒，屬狗嘅朋友，屬狗嘅你上半年真係辛苦晒，受沖太歲影響，你嘅生活可以話係驚浪昂浪，財源、生意、胎損、資金鏈拉緊，乜嘢衰嘢都可能俾你遇過。你係咪試過半夜瞓唔着，諗住究竟自己仲撐得幾耐？我話你知，你嘅苦難已經到咗盡頭。玄學上有句至理名言，叫大沖之後必有大發。你挨過咗最難頂嘅沖太歲，下半年你嘅命宮會迎嚟紫微星同龍德星2顆帝王級嘅大吉星坐鎮。呢2粒星嘅能量係可以改變你人生軌跡嘅。紫微星係乜嘢？佢係群星之首，古代稱為帝王星。佢入你命宮，代表你會得到高位者嘅賞識，你嘅能力會俾人睇到，你嘅地位會俾人肯定。而龍德星就係幫你招貴人、化小人、提升名望嘅。2粒星夾住你，你下半年嘅財運會出現一種斷層式暴漲嘅現象，即係你嘅收入唔係慢慢升，而係會跳級咁上。打工嘅屬狗朋友，你下半年嘅升職加薪運極強，
你公司嘅大老闆會突然之間注意到，你覺得你可靠，覺得你有能力，然後將公司最核心、最重要嘅大項目交到你手上。你只要接住呢個機會，你嘅職位同人工都會有一個好大嘅飛躍。做生意嘅屬狗朋友，你下半年會見到好多舊客戶回流，甚至係以前傾唔成嘅合約會奇蹟般咁逆轉翻嚟。你之前花嘅錢，下半年會一筆一筆咁賺翻嚟，真正做到樓梯為營。你嘅關鍵月份喺龍熊、9月、11月同12月呢3個月，你嘅運勢最旺。你最好將重要嘅簽約、會面、新項目啟動全部安排喺呢段時間。不過我要提醒你，屬狗嘅你下半年要特別注意控制情緒同脾氣。你因為上半年受咗太多委屈，下半年順風順水於嗰陣，可能會忍唔住釋放翻出嚟。但你記住，脾氣越大，財氣越少，你越冷靜，你嘅貴人就越肯幫你。你嘅幸運色係紫色同紅色。你喺辦公室或者屋企嘅西南角擺放一個紫色或者紅色嘅擺件，可以催旺你嘅紫微星，令你嘅貴人運更加強勁。恭喜屬猴同屬狗嘅朋友，你哋嘅翻身日子終於嚟到，快啲喺留言區留低財富大開，幫自己同屋企人扣緊呢股翻身大財氣。你打咗呢4個字，就等於喺個天度落咗個訂單，哇！俾宇宙知你準備好迎接新嘅財富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記得訂埋我哋，因為第3部分我會揭曉第1名嘅生肖，嗰個生肖嘅運勢係誇張到會令你豬籠入水嘅級數。你一個訂閱就係你人生轉運嘅開始。萬眾期待下半年財運直接封頂，真正做到豬籠入水嘅第1名就係屬豬嘅朋友。屬豬嘅你，上半年係咪覺得自己好醒過嘅？好努力，但收入永遠追唔上支出，仲要成日有啲小額破財，換個電話又壞整親，又要睇醫生，好似啲錢永遠都留唔住咁。我話你知，呢啲全部係為下半年嘅爆發鋪路，因為一進入下半年，你嘅命宮會集齊金極星、將星同六動星3大頂級財星。呢個組合嘅能量係可以用恐怖2個字嚟形容。金極星係乜嘢？佢係古代皇家專門管理國庫嘅神星，代表嘅唔止係喺賺錢嘅能力，更加係喺聚財嘅能力。你下半年會擺脫嗰種邊賺邊漏嘅惡性循環，你嘅錢會好似有個無形嘅鎖咁，鎖喺你個戶口入面，好難流出嚟。而將星就更加犀利，佢係主導你戰意同地位嘅星，代表你會喺你嘅領域入面成為一個領導者，一個話事人。你嘅意見會被重視，你嘅決定會影響成個團隊。力動星就係直接同你嘅薪酬、獎金、佣金掛跌，佢會令你嘅正財收入有一個明顯嘅跳升。屬豬嘅你，下半年無論係正財定偏財，都會有突破性嘅進展。打工嘅朋友，你升職加薪嘅機會會比其他生肖大好多，甚至可能會有事頭公司主動挖你，俾一個你無法拒絕嘅條件。做生意嘅朋友，你會遇到一啲你以前諗都唔敢諗嘅合作機會，特別係房地產相關嘅項目，好大機會會帶嚟意外之財。你甚至可能只係隨手買張6合彩，都會比平時易中。你嘅關鍵月份喺龍馬7月、10月同12月呢3個月，你嘅財星最光，你最好將所有重要嘅財務決策
都安排喺呢段時間。但屬豬嘅你有一個致命弱點，就係容易得意忘形。你賺到錢嘅時候，可能會忍唔住周圍同人講，或者大手大腳咁使晒佢。你記住八字真言：財不入急門，財不射於人。你賺到錢要保持低調，好好沉嘅，唔好周圍宣揚。你最好將筆錢嘅一部分攞出嚟做善事，捐去你信得過嘅機構，或者幫客身邊有需要嘅人。另外，你要將部分橫財轉化成固定資產，例如買啲實金，買啲穩陣嘅基金，甚至係細細地嘅物業，咁樣先可以將你嘅運氣鎖住，變成你真正嘅財富。你嘅幸運色係黑色、藍色同白色，你多啲用呢啲顏色嘅物品，特別係你嘅銀包同手袋，可以幫助你穩定財氣。講完前3名，你可能會問師傅：我個生肖冇上榜，咁我係咪即係冇運行？我話你知，絕對唔係。命理呢家嘢講求嘅係天時地利人和，生肖只係佔咗天時嘅1/3，你仲有地利同人和可以自己控制。你只要做對呢2樣嘢，你嘅運氣絕對唔會輸實過頭3名嗰啲生肖。地利係乜嘢？就係你嘅生活環境同風水佈局。你啱啱學識嘅接財水秘法，你擺咗未？你屋企嘅東南方同正北方，你執乾淨未？呢啲全部係地利嘅一部分。你做好呢啲基本功夫，你嘅氣場就會變靚，運氣自然會好。而人和就更加重要。你下半年要刻意去親近一啲正能量嘅朋友，遠離嗰啲成日抱怨、成日帶你使冤枉錢嘅人。你嘅朋友圈就係你嘅風水。你同正能量嘅人一齊，你會越嚟越積極，機會都會多啲。相反，你同負能量嘅人一齊，你會越嚟越消沉，好運見到你都調頭走。仲有，你下半年要多做善事，就算只係幫人開下門、讓下座，甚至係上網俾個讚鼓弄人，呢啲都係累積緊你嘅陰德。你累積嘅陰德越多，你嘅運氣就會越好。我再講一個現實啲嘅例子，你知唔知點解有啲人運氣特別好？唔係因為佢哋特別叻，而係因為佢哋身邊嘅人全部都好幫得手。你如果成日同嗰啲抱怨社會、抱怨工作、抱怨家庭嘅人黐埋一齊，你會發現你自己都開始抱怨。你開始抱怨，你就會開始出現更多唔好嘅事。相反，你如果身邊全部係積極感恩、有幹勁嘅人，你會發現你自己都開始積極感恩、有幹勁，你嘅磁場變咗，你嘅運氣就會改變。所以你下半年有啲飯局你可以唔去，有啲 WhatsApp 群你可以靜音，有啲人你可以一疏遠你保護。你嘅能量就係保護你嘅運氣。玄學入面有句至理名言叫福論心造，運由心轉，即係話你嘅福氣同運勢最終都係由你嘅心態同行為決定嘅。越感恩，你就會越多值得感恩嘅事發生。你越積極，你就會越多積極嘅機會出現。你今日學識嘅呢啲秘法，唔係幫你一步登天，而係幫你建立一個正確嘅方向同節奏。你順住個勢去行，好運自然會跟住你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順手將佢分享俾你身邊需要轉運嘅朋友，等你嘅朋友都可以一齊接住呢股下半年嘅大財氣。你一個分享，可能就係佢人生嘅轉捩點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按下訂閱掣，同埋開啟旁邊個小立燈，撳埋全部通知。我哋每星期
都會同大家分享最貼地、最實用嘅運勢攻略同風水佈局。你訂閱咗就永遠唔會錯過任何一個改運嘅機會。而家你喺留言區留低接財富或者接實好運，為自己同屋企人接收下半年嘅大財氣。你打低咗呢幾個字，就等於喺宇宙入面落咗一個訂單，話俾個天知你準備好收錢。祝大家下半年順風順水，福氣滿滿。我哋下期再見，保重。